位于阳明山国家公园山脚的台北市平顶里只要天气变冷，还是讲一直落雨，就会出现真侪牛，会破坏农产，造成农民的损失。管理处是表示讲已经有加强庇护，买来补助装电网，嘛望讲会当为这水牛找一个愈较适合因生态的所在。水牛走来平顶里热踅，车就对伫后壁豆豆驶。搁有即阵水牛嘛是落山来到平顶里。里长徐明忠表示，便若拄着风台、温度降落来，或者是连续落雨，伫咧德高山的水牛就会做伙走落来。不是不喜欢它，是怕说有时候会造成农损啊，然后农户求偿无门。那个高丽菜啊，最多那一年有一次啊吃了270几颗，一夜之间呀都干那一只都搞毁了啊。据控年底阳明山的水牛小连续死亡，后来认定是营养不良。若平顶里就伫咧阳明山国家公园的山脚，不三时就会看到牛热踅。若算当农作物，里长嘛烦恼人会去弄着。冬季的时候，我们就尽量能够做到它在山上的一个营养来源的充足，还有它保暖的部分，我们都能够尽量做好。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，无将拍饼做保护措施，种修牛病、放大草、验庄等等，顺利甲牛留伫咧山顶，减少落山。若针对牛相达的问题，嘛会继续监控牛出事，甲牛港绑起来。目前嘛会补助农民围电网啊。电木围网，希望能够让牛不要再干扰，就是补助农民，平等里的农民可以围起来，然后让牛不要再就是进到这个农园。管理处强调，阳明山的环境无适合野生的水牛，为着动物的福利，当咧联络特产单位、实验单位或者是水牛安养中心，希望替这寡水牛找到新厝。若伫这进程会先控制族群的数量，减少干扰为主。记者林静梅、配合组台北报道。